边呢、这样全部都有了，诗情也可以，全部都有。结束。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为爱世人生之死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门已打开，人人可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接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至圣至尊荣我主耶稣基督，将来的见主面，何等大恩福！好，各位，我们就先在这边一起祷告，然后再退出去啊。好，弟兄姐妹，我们在会前我们有一起祷告的时间哈，让我们预备心，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自己。那我们之前都是带着诗班，还有带着敬拜团一起祷告。那我们希望在之后我们能够在会前，我们也有一起祷告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崇拜跟服事来祷告，为我们自己预备心祷告，也为如果你有服事，为你今天的服事来感恩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今天早上的侍奉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也让我们把我们的心举起，能够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心能够敬拜你，不单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舌头，也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有你的恩与我们同行。我们所有的设备器械，所有的这些的规划乐器，都能够顺利的按照主你的心意来运行。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让我们预备心。
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住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上帝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吹号角。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虽然是疫情严重，我们仍然能够在店里聚会，是何等的恩典。今天是大斋期的第5个主日，也愿主帮助，使我们有与主一同受苦的心志。我们再次思想纪念你为了救赎我们，甘愿走十字架的道路，也是我们有信心，无论现在的处境如何，或艰难或伤痛，愿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也明白你的心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盼望是要进入你的永恒里，因此我们就不再有惧怕跟忧虑。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手中，我们就凡事交托给你，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遵行你的旨意，做讨你喜悦的事。愿你大能的手成就你的旨意，也成就我们的也成为我们随时的依靠跟帮助。在今天的崇拜里，愿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服侍你，也使我们重新得力，愿意过属灵的生活，见证主的名。这一切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们一起来打开新灵粮诗选第2首，我们来唱全首。
让我们一起来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有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别劳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将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二公子教会，我信圣父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请坐。请大家翻开诗篇126篇，我们要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诗篇126篇1到6节，我来读白色的部分，弟兄姐妹来印黄色的部分。诗篇126篇。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爱，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感谢主。接下来我们是公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早上，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在圣殿中，歌颂赞美你是何等喜乐。主啊，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着神的国度、我们的差会、我们的国家还有肢体，要向你祷告，求主纪念。我们也求你纪念非洲国家赖比瑞亚，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生活中，使他们的国家百姓能够得到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也要为台湾的卫理公会、北山教区三峡卫理堂献上祷告，为牧师谢炯牧师还有他们的同工，愿他们在当地所做的服事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可以使人悔改信主，也使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服事有力。所以我们也为着台湾行政首长还有各级的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行掌权者，使他们可以秉公行义，做出正确的决定跟政策，让整个的国家人民因此得到蒙福。所以我们也为着台湾儿童还有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来祷告，求你成全。也为着第一线防疫的工作的医护人员还有军警人员身心健康祷告，愿主赐平安，使他们的工作顺利。这一切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让我们用主祷文来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今课，我们请嘉兴弟兄来读以赛亚书，还有腓立比书。会众平安。今天的经课第一处在以赛亚书43章16到21节，在旧约圣经792页。以赛亚书43章16到21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第二处的经课在腓立比书3章4节下到14节。在旧约圣经218页，腓立比书3章4节下到14节。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人，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和我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以上是今天的经课。谢谢嘉兴弟兄为我们读上帝的话语。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由我来读这段。约翰福音12章第1节：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了1斤极贵的真哪达香膏，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第4节，有一个门徒，就是那
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感谢主。接下来献诗，请诗班。今天要献的诗是“你真伟大”。
谢谢诗班。我们要请蔡伟文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今天的题目是美好的浪费。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同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做礼拜。那特别今天天气比较寒冷我们说那个台湾话有一句俗语叫做"春天后母面"，知道吗？春天的脸跟后妈的脸是一样的。当然这个有点贬义的意思了但是不是要取笑那个后妈，不是，而是意思就是说，好像它是一个很快就会转变的。但是各位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确定的东西，就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上帝是永不改变的。所以虽然世界会改变，气候会改变，或许天气温度会改变，但是上帝永不改变。摩西曾经这样宣告，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慈爱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上帝会好像跟这个奥波宾一样，好像会常常会发怒。上帝是永远有慈爱的，上帝也接纳包容我们的一切。也许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时候，或是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上帝永不改变，他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刚刚看到诗班他们在献诗，其实蛮辛苦的各位其实现在都需要戴口罩。前面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好可以稍微喘息一下，但是现在又要恢复有一点这个好像疫情又要起来的样子所以我们期待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这样的一个紧急的时间，希望能够快快的经过，然后让我们可以重新再恢复比较好的这个状态来聚会求上帝帮助。那因为得来不易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过去我们都以为说空气是免费的或是空气是这个可以任由我们去使用，结果没有想到现在空气是要买的，最少要买一个口罩来戴着免得自己会那个所以现在空气都要钱了。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珍惜能够拥有免费的时候。上帝造的一切都是免费的，给我们的也都是美好的，让我们珍惜上帝所造的一切。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是真的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各位知道有一种族群叫做食人族，知道吗？有一些比较没有开化的地方，有一些地方就是有这个食人族，因为他们还是很古老的或是很古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还没有开化的做法。那有一天这个食人族的族长他就跟他的这个族人讲说，今天我们去狩猎，那我们要狩猎什么？我们到文明世界里面去狩猎那个他们的那个高官贵族狩猎那个有钱人。然后这些族人他们当然很兴奋，可是问他的族长说：族长，为什么我们要去狩猎那个有钱人？为什么要去狩猎那个高官贵族？他们有保镖他们有保全为什么要去狩猎这些人？那难度很高的。结果后来这个族长跟他的族人讲，他们就明白了。他们讲什么知道吗？他说：因为平民百姓太苦了。听得懂意思吗？平民百姓太苦了，所以肉不好吃，所以要去狩猎谁？要去狩猎那个高官贵族、有钱的，对不对？因为平民百姓太苦了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人都很辛苦，一般的百姓都很辛苦。求上帝让我们给我们的身边的人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帮助，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里面多一些的肯定、赞美、鼓励，让我们的生活即使在很苦的当中，也可以苦中作乐也可以苦中作乐。在我们卫理公会里面，其实约翰卫斯理常常在他的讲道当中，或是对当时的圣公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反省跟反思。当圣公会的牧师们跟他一起开会的时候，卫斯理常常讲一个事情，他说：高官贵族让你们去牧养，但是请让平民百姓，让那些困苦的，让最贫穷的人来到我这里。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卫理公会最早是从平民开始起家的，所以我们不是走高路线的，但是我们也需要对这些的平民百姓，对一般的人要有这样的一个关注跟关心。求上帝怜悯，让卫理公会不要变成是一个越来越往上走而越来越不体贴人的感受的那样的一个教会。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是对人有感觉的，不是对人无感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举起圣经，我们一起用这个祷文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用祷文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明后天是这个华人很重要的节日，就是清明节。那基督徒常常在碰到清明节的时候很尴尬了，不晓得怎么样去跟我们的家人或是跟我们的家族一起来参与在这样的一个节日的里面。那感谢上帝，现在我相信我们大家在这些的现代的社会的当中已经比较进步了，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的方法跟方式，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参与在这些传统的节庆或节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参与或投入在这个当中。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让人家觉得一个事情就是基督教是很不孝的，或是基督教好像是离这个家族很远的，或是基督教好像是一个跟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都是没有跟家族家人联系的。其实我们是跟家人家族有美好关系的，我们期待跟家人都建立有好的关系，我们期待我们对父母亲是孝顺的。所以基督教重视的是祭祖而不是祭祖，两个祭是同音，但是是不一样的。基督教是纪念你的祖先，而不是祭祀你的祖先，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纪念你的祖先，而不是祭祀你的祖先。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家人在解释我们怎么样去过清明节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有智慧的跟我们的家人来做分享。所以论坛报有几个分享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而是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好，请大家看一下，第一个，积极的去参与墓园的清扫。所以如果假设我们有家族要去打扫、要去扫墓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我是基督徒，我不跟你们一起去。其实不需要，我们也可以去积极的去参与墓园的打扫的工作，因为打扫工作并不参与在这些的其他的宗教信仰的这些的里面，所以其实是可以参与的。我们可以去帮忙整理一下我们的祖先或者是我们的先人他的这样的一个墓园，可以协助做一些的整理甚至我们也可以参与在这样当中的一个纪念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不要让我们的家人觉得好像我们常常离这个事情是很远的，所以我们也可以一样可以参与在墓园的打扫跟清洁。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用鲜花、用献花来方式来做致敬。那也许我们的家人他们是用献香来做致敬，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比如说我们买一束花，然后一样放到墓前，然后我们可以在那边来纪念我们的祖先。以形态跟东西来看，其实献花跟献香是一样的意思，但是那个意义不一样，是华人献香是对神明的崇敬，或是对鬼神的崇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他不是鬼神，或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好像死了之后变成另外的一个形态或是形式，或是可以左右人世间的事情。所以我们是用献花的方式来纪念我们的祖先，所以可以透过献花的方式来做一个纪念，然后也来回应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祖先，我们对他的一个崇敬，或是对他的一个尊敬。那第三个是可以比较少可以有争议，或是说不会跟我们的家人有一些冲突的，就是一样，如果我们的家人或是我们的家族里面有人拿香在拜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但是我们不必要拿香，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起祷告。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求上帝把这个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先人他们过去的这样美好的传统品德，可以继续的留在家庭跟家族的里面。所以你可以跟你的家人一起祷告，但是不必要拿着香，你可以告诉他说，我的信仰我不能拿香，但是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祷告。而且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家人更多来纪念我们的这个离开的家人或是离开的祖先，让他们的美好的传统可以留在家庭的里面。牧师常常在一些丧礼的时候，常常会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在离开的家人，他总会有一些说过一些话或做一些事情，是让我们可以想念跟纪念的。所以当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分享说，我记得我的这个
哪一位家人、哪一位先人，他曾经讲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事情，好让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人是可以继续的留在这个家庭的里面。所以以前我曾经遇过有一个家族是这样，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勤劳的人，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所以他们的家族要把勤劳跟勤奋这个好的传统要留在家庭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留万贯的家产给自己的孩子，倒不如把好的传统、好的这样的一个品格可以留在家庭的里面，不用拿香，但是可以一起祷告的。然后最后这个就是与家人团聚的时候缅怀已故的亲人，所以就是刚刚提到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跟家人多分享一些这个人他曾经讲过什么，做过什么事情，然后是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不跟家人有这些的冲突，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参与在这样的节日的里面。所以基督徒不是我们要当一个好像人家觉得是不孝的人，我们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跟纪念来表达我们的孝心。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纪念祖先的时候，能够更多的分享有关我们对这个家人的想念跟思念，而不是去祭祀祖先。所以记得我们要祭祖而不是祭祖，是纪念祖先而不是去祭祀祖先。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所以今天的经文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耶稣即将要进到耶路撒冷去，然后要去受死。那当然这个时间我们在纪念清明节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也是以色列人他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即将要开始。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一般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对新年有特别的一个看重，他们反而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一年当中有3大节是以色列人他们很看重的。第一个叫做逾越节，第二个叫做五旬节，第3个节日就是叫做住棚节。好，所以在这个差不多在我们的清明节的前后的这个时间，也是他们要过逾越节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过复活节的前后的时间，也是他们在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对他们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日，也是他们的祖先的一个经验。他们透过过这个节日来跟他们的祖先产生一个连结，就是好像他们也去过这样的一个节日一样。但是在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前的6天，如果我们看圣经的经文里面的话，今天经文里面说，在逾越节的前6天，耶稣接受一个村落的招待。那这些人他们邀请耶稣去吃饭。那当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的时候，对，这个先过去哈。在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耶稣被邀请到这个村落里面去吃饭了。那在村落里面，各位，其实这个图像是很像他们当时在吃饭的样式。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坐在桌子上吃饭的，他们当时的吃饭的形式就是躺着吃的所以他们其实古代人也是很享受的所以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那马大在那里伺候，拉撒路也在跟耶稣同席的当中的人。所以耶稣常常去关心马大跟玛利亚他们这个家庭，还有拉撒路他们是这个兄弟姐妹，这个是一个家庭。但是请客的人也许是另外一个人。如果我们看圣经的经文里面的话，在马太福音的26章，还有马可福音的14章里面，都说明这个人叫做生过麻风病的人，叫做西门的这个人。这个人他邀请耶稣到家里做客，然后陪客就是这个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这几位。所以他们在那里预备了筵席。他们过去在村落里面要请有名的人吃饭的时候，是村落里面一起举办的。所以他可能去到某一个人家，然后很多人都在那里当陪客。所以在吃饭宴席的时候，一定都会有一些事情是应该要做的，或是不应该做的。比如说他们可能会一起大家同桌吃饭，一起在那边享受快乐。那当然如果我们看圣经的经文的话，也许他们进来前也会有人帮他们洗脚，也会有人帮他们做这些整理，都有很多的预备。但是有一个事情是很突兀的，各位如果看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玛利亚，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在宴席的当中，他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拿了1斤的这个拿达香膏要去抹耶稣的脚。这个香膏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这个香膏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而且还拿了1斤1斤大概将近现在的
将近大概600公克，或是将近快1公斤的这样的一个重量的东西，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量，一个蛮多的量。然后他做一件事情，他说第3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玛利亚做了什么事情。第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3节一起念来。玛利亚就拿着1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耶稣正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女人，她就进来，然后朝着他喷香水，然后喷了香水之后，又用她的这个头发去擦耶稣的脚。这个在宴席的当中，应该不是一件很合宜的事情。各位，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有人给你喷香水，然后在那边给你按摩，然后帮你整理你的身体的时候，你一定觉得是干嘛？我现在正在吃饭，不是这个时间。但是玛利亚她急着去做这件事情，各位，她一定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或用意在里面。刚刚提到在马太福音的26章里面记载了这段的事情，马可福音14章里面也记了这个事情。路加福音没有记这个事情，但是路加福音在第7章的时候也记了有一个女孩子，她也是做同样的事情在耶稣的身上，但是她去的地方，她做的那个事情是有特别用意的。路加福音里面讲的那个女人，她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她的请客的家人，他们其实是很贬低这个女人的。贬低这个女人是什么？她要心里这个请客的人心里面想说，耶稣如果是先知，他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她是一个职业很卑贱的，她不是一个正当行业的女子。但是耶稣却在那里为她做这样的一个辩护。他说：“爱大，赦免也大。”但是玛利亚在这个地方，她难道也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吗？我想应该不是。但是她做了这件事情，在那个场合也不是一个合宜的事情。各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做这个真拿达香膏，其实他们的工序是很繁琐，而且价格是很昂贵的。各位如果看到这个在经文的后面的地方，我们后面会看到，他说经文的地方说有一个人叫做犹大，犹大他说这个香膏可以卖多少钱，知道吗？30两的银子，对不对？台语的翻译比较好，他说翻译成什么？他说300个银啊，300个银子。当时的工价是一个工人1天的工资就是1钱的银子，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300个银子代表什么？1年的工资。所以这个香膏是将近1年的工资去买到的，或是说去购买到的。各位知道我们现在的平均的薪资叫做大概26000块钱左右。各位，如果你26000块不吃不喝，然后你要存1年的时间，你才能够买到那一瓶的香水，恐怕那瓶香水真的是相当的名贵的东西。那各位知道，当玛利亚要把这个很名贵的膏油要倒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哗然。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的女子，她们要嫁人的时候，她们才会用这么贵的香膏去抹身体，因为那是最特别的时间，最特别的一个时候，最特别的状况，我才会用到这么名贵的东西。但是玛利亚却把她要出嫁要用的这个这么名贵的香膏，这么名贵的香水，就洒在耶稣的身上。各位，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真是浪费啊！听得懂那个意思吗？真是浪费。各位知道，华人也有一个习惯哈。各位知道那个华人有一种酒叫做女儿红，知道吗？女儿红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生女孩子的时候，如果要嫁人的话，她要酿酒，然后酿到什么时候？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这个酒才可以开的。所以表示这个酒是非常的名贵，而且是很好的酒，是品质很好的。这个真拿达香膏也是像这样，而且是真品，还不是假的。他说是真拿达香膏，本来是要在也许是玛利亚她要出嫁的时候要使用的，但是她就浪费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14章第3节的地方，同样的记载，但是不太一样，因为一个是抹脚，一个是抹头的。马可福音14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4章第3节，一起念来。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好，这里提到了这个请客的人叫做
长大麻风的西门，他可能是曾经长过大麻风，接受医治了，耶稣医治了他，所以让他可以回到家里面。那他等耶稣来的时候，他要请客，请耶稣来吃饭的。玛利亚她也参加在这个宴席的里面，但是她把这个香膏就打破了，而且是淋在耶稣的头上。各位，这个香膏不但是贵，连装它的东西都是贵的。这么贵的东西要放在耶稣的身上，很多人就开始不满了。各位如果知道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犹大，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人，他对这个事情是极其不满的。但是我们要先来看一个事情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跟侍奉是很有关，跟奉献是很有关系的。我们很多时候的奉献或是侍奉，我们是因为人的眼光而做的，而不是因为注意到上帝的需要，或是上帝要我们这样做的。我们不是去寻求上帝的喜欢，我们是寻求人的喜欢。所以侍奉的关键，我们是不是只在乎看不见的上帝的眼光，还是那些看得见的人的眼光？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是希望被别人看见，希望被别人看到，或是希望被别人注意到，或者是我们要服事的，或是我们的服事，我们是怕别人会讲我们什么，所以我们就不服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玛利亚没有因为人的眼光而服事或不服事，她只在乎这个时候我要去服事我的主，她要将她的最宝贵的献在主耶稣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的服事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所以很多人包括不服事也是因为别人怎么看我。所以很多人在服事的时候是因为有人看到，所以我要做这个事情，如果没有人看到，我就不做这个事情。所以玛利亚她并不是一个叫做在乎别人眼光的。刚提到了在宴席的当中这是不合宜的，但是玛利亚她却不管别人的眼目，她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知道我做这个事情是有目的的，我要为这个事情，为主的缘故，我要去这样做的。他不是在乎人怎么看，他不是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他看的是主耶稣能够领受到我所奉献的，这是最好的。但是另外有一个人就不一样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是跟耶稣常常在一起的。耶稣3年的当中，这个人常常跟他在一起，但是这个人他心里面想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6节，这个人他想要什么？第6节一起念来。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人叫犹大，这个人他是管财务的。耶稣的12个人吃饭的时候，他们13个人出去的时候，吃饭喝水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这个人在管的。各位，在教会里面或是在机构公司里面，你会把钱托给谁来管理？一定是一个叫做忠心良善的人，或是他可以很忠实的，能够真诚的，他的服事是很忠心的人，你才能够交给他去管理的，或是你信任这个人。至少耶稣信任犹大，他能够管这些的金钱，他相信犹大可以把这些金钱管理得很好。但是各位知道，在华人有一句话里面讲叫做什么？叫做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知道那个意思吗？大奸人外表看起来很忠心，然后诡诈的人看起来都是很老实的，所以没有人会去注意到他做了些什么。犹大在他的服事的当中，他的服事本来应该是一个忠心的服事，但是圣经里面在第6节说什么？他说这个话不是挂念穷人，因为他是个贼，而且又带着钱囊，常常取其中所存的。所以耶稣跟其他的这些的门徒，他们很信任这个犹大，请他来保管钱。但是这个犹大常常是什么？偷钱藏在自己的口袋里，然后另外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常常会去责备别人，你做这个是好的或是不好的，由他来做批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去做那个叫做酸民，或者是去刺激别人、批评别人，或者是讲别人不好，或是怎么样来凸显我自己很好。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可能被交托一个忠心要去做的工作，但是我们没有忠心的做那个，反而是背负了人家的信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越高的位置上的时候，
人家信任我们的时候，更是我们需要谨慎跟小心的时候。所以刚刚前面有一个部分漏了讲，这个地方就是被挑衅跟攻击的时候，不要让火气跟血气来引导你的回应。各位知道，在最近有一个人叫做威尔史密斯，知道吗？在新闻上面，这个人已经很轰动了。他在这个新闻上面，他做了一件事情，当主持人，那个奥斯卡的主持人在这个讲话的时候，揶揄了他的太太。当然，我们相信这个揶揄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常常讲幽默，不要去幽别人的默，要幽自己。结果他后来去讲了这个威尔史密斯的太太的不好比如说他头发很少啦，他没有头发。但是他并不晓得说这个是威尔史密斯的太太正在接受治疗。那当然，威尔史密斯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上前去甩了人家巴掌。大家可能只有看到那个场景，但是大家可能没有看到，当他下台的时候，另外有一个黑人叫做丹佐华盛顿，然后就在他的耳边跟他轻轻的讲了这几句话。他说：当你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当你身处在某一个高度的时候，你要更加的小心，魔鬼会来引诱你，魔鬼会来攻击你，让你失控，让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情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威尔史密斯他在没有想到，他过了没有多久，人家就宣布他拿到那个影帝，拿到那个小金人了。那个正是他人生最巅峰的时候，因为他从来没有拿过，这是他第一次拿，但是第一次拿也是最危险的时候。为什么？因为那个攻击跟挑衅是更多的，所以不要让火气跟血气来引导你的回应。很多时候别人可能是酸言酸语的，很多时候别人可能是用一些攻击的话，当然我们会心里面不舒服。但是记得丹佐华盛顿讲那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当你到某一个高度的时候，当你在某一个位置的时候，那正是魔鬼最想要攻击你的时候。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被攻击了，你被挑衅了，如果你被伤害的时候，其实也许你已经到某一个高度的时候了。当你到那个高度的时候，要记得更要小心，不要让魔鬼变成趁隙来伤害你的时候。好，所以犹大他本来应该是像这样的角色，他应该是被信任的，他应该是要被接纳的，他应该是一个忠心的人，但是他却是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他还酸人家。所以各位，当我们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喜欢去数算别人的错误，但是我们却没有时间来去反省自己的罪。我们常常去讲别人的错，常常去指责别人的时候，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反省我自己所做的是什么。求上帝怜悯这个犹大，他自己常常偷钱，但是他却说这个钱应该要用在救济穷人的身上。讲的好像是冠冕堂皇的，但是自己所做的却跟所说的是不一样的。德瑞莎修女这样说，她说：如果你有批判别人的时候，如果你常常批判别人，那么你就没有时间去爱他们了。所以这些在服侍的人，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当你去服侍人的时候，你是要花时间的，你要付出爱心的。但是当你攻击跟批评别人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去爱别人了。你可能数算别人的错，但是你却没有去看到这些人是需要被爱的，他是需要被关心跟关怀的。然而耶稣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评价跟评论，最后耶稣说了什么？第7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说的话。第7节我们一起念这一节，第7节一起念来。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的安葬之日存留的。耶稣说玛利亚是为了他的安葬之日来做这件事情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12个大男生，他们每天跟着耶稣，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时候我即将要到耶路撒冷，我要去上十字架了，我要受死了。但是这12个人没有感觉，然后他们还在里面做什么？以后如果老师走的话，看看是谁比较大，以后谁要当班长啊，以后谁要做什么？大家一直在那边讨论说后面的事情，我们谁要去比谁大的，或是谁要去当领袖，但是没有人注意耶稣在讲什么。各位，马大是谁？马大就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她的姐姐还比较有名，她姐姐是一个很会招待人的人，招待到有一天她烦了，她跟耶稣说：为什么不叫我的妹妹来帮我？
他是一个很会招待的人。然后玛利亚是做什么？她本来应该是要去接待别人的，但是她听到耶稣讲道的时候，她就在那边很认真的听耶稣的讲道。听完之后，她知道了。听完道之后，知道了，她就做什么？帮耶稣预备要安葬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香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到主耶稣对你说话？你有听进去吗？有没有把它放进去？很多人常常听讲到12个人，这12个门徒每天跟耶稣在一起，他们听到耶稣讲了多少遍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我要上十字架了，但是没有人理耶稣。这一个女孩子，她听到耶稣讲说她要死了，她要走到这个十字架上，要去为众人牺牲的时候，她听进去了，所以她为耶稣预备了香膏。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很多时候，也许我们的学问跟学历不及人，也许我们不是什么硕毕业的，或是我们不是什么博士班毕业的，也许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如果把神的话听进去了，那么你做的事情是做在主耶稣身上的，你做的事情是做在神身上的。也许别人认为你所做的是浪费的，但是你所浪费的是浪费在那个美好的事物上面，是浪费在神的身上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做的都不在耶稣的身上。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我们做了很多事情都不在耶稣的身上，只有这个姐妹，这个女孩子，她所做的是在耶稣的身上。她知道耶稣要上十字架，没有人理耶稣的时候，她把她最宝贵的那个拿达香膏就献出来在耶稣的面前。耶稣不是世人所喜欢的，甚至没有人愿意接纳他，是一个世界所唾弃的，是上帝所咒诅的，是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但是这个人却是玛利亚所最爱的，他把他最好的香膏就献在了耶稣的面前。所以怜悯人的行为是要对于上帝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爱的那个动机不一定是因为对上帝的爱，有时候刚刚提到了，有时候我们可能只注意到别人的眼光，别人怎么看我的，所以我做这个事情。所以耶稣对犹大提出这个挑战。第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8节的地方，一起念来。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对犹大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如果你要去服侍这些穷人，随时都可以的，但是你有没有去注意到你要服侍你的神呢？你要去服侍你的上帝，因为他即将要不在了，耶稣即将要不在了，你有去注意到这个事情吗？当你在听讲道的时候，当你在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上帝对你的呼喊？有没有听到上帝对你的呼召？有没有听到上帝对你说话？你可以去服侍很多的事情，你可以去服侍很美好的这些的事工，但是有哪一件事情是要做在耶稣的身上？有哪一件事情是真的做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说，玛利亚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是世界无法夺去的，是人家没有办法夺去的。不是指着这一件事情，而是他的心态跟他的态度，他所做的事情是专注在主耶稣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服事是在耶稣的身上，还是我们只注意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想我，或是别人怎么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当我们在纪念耶稣的受死的时候，请记得我们所做的服事，如果不是出于爱上帝的这样的行动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了解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为了让人喜欢呢？是讨人的喜欢，还是真的是做在因为耶稣的缘故，因为上帝的缘故，做在人的身上，让人因为我们爱上帝的缘故，也领受到这样的爱在他们的身上。戴德生这样说，做在神身上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你的哪一个服事是小事。很多人喜欢在台上的服事，很多人喜欢当司会，很多人喜欢当讲道者，很多人喜欢来唱诗，很多人喜欢去弹琴，很多人都喜欢做这些很明显的服事跟侍奉。我不是说这些服事不好，不是，很多人喜欢做在明显的事情上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的服事是在门口当招待，如果今天你的服事是在台上面，在后台那边做音控，如果你的服事是在底下里面去做这些的属奉献的，或者是你是在做一些的
别人没有看到的服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它只是一件小事？只要坐在神的身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站在门口当招待的时候，那是一件大事，因为那是跟神有关的事情。当你在数奉献的时候，那是大事，因为那是跟神有关的。当你在排桌椅的时候，打扫的时候，这是跟神有关的，这是大事。不是只有司琴是大事，不是只有司会是大事，不是只有讲道是大事。什么样只要跟神有关的事情，都是大的事情。跟神有关，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即使那个奉献服事只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只要跟神有关，都是大事。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奉献是为了遵从上帝而做的，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说，出熟的果子要献在上帝的面前，把最好的献在上帝的面前。玛利亚是把最好的献在上帝的面前。或许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拿达香膏是一个应该要放在最重要的时刻身上的，但是这个玛利亚她却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奉献是为了遵从神而做的。所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不是要期待好像上帝要给我多大的回馈，好像我奉献1块，上帝要回给我10块钱，或者是我好像要奉献为的是要得到某一个目的。我们的奉献服事都是为了参与在神的计划里面，为感恩而做的，一切都是上帝所给的，我们是要回应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付出不是为了要求回报，舍己也不是要为了求能够回到有什么样的事情在我的身上。当你坐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就是坐在许多人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就是一个荣耀的事情。愿上帝帮助我们，不小看我们所做的，即使我们所做的只是一点点的小事，只要跟神有关，都是伟大的事情。第二个，感恩是回应上帝恩典的行动。所以当我们能够感恩跟知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愿意给予跟施予。如果不是因为感谢跟感恩的时候，我们恐怕是给不出去的。所以愿意给予的人才会喜乐，喜乐的人才会愿意给予。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服事或是我们的奉献是出于喜乐、甘心乐意，而不是被逼的，而不是因为被强迫的，是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献上给上帝恩典的回应。所以服事侍奉不是因为教会需要你的帮助，不是因为你的恩赐很多，不是因为你信主很多年了，也不是因为你要当好基督徒，也不是因为牧师鼓励你。期待你的服事是对于上帝的感谢跟感恩。每一个人，上帝都给他不同的恩典。或许有的人他的服事很大，上帝给他恩典很多；也许我的服事只是一点点，但是只要是坐在主身上的，都是大的事情。所以恩典不是一个口号，恩典是在行动上要慷慨，在家庭当中是款待的，在关系当中是饶恕的关系。这些的服事都是好的服事跟侍奉。恩典的行动不是只有在金钱上面，而是能够在家庭当中给予款待，在人际关系里面给予饶恕跟赦免，这些都是美好的行动。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服事上面有更多的这些的恩典在这当中。第三个，上帝看重的是态度而不是金钱，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上帝只是看重你的奉献的金钱，不是，而是看重的是你的态度。上帝在乎的不是你要给他多少，而是你为自己留下多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越不愿意交出去的，那个才是上帝要管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奉献金钱，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把工作的主权交给上帝，我们不愿意把婚姻的主权交给上帝，我们不愿意把儿女的主权交给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的不是金钱，而是你的态度。你越抓紧的，是越要献在神的面前的。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恩典的信仰，基督徒的行为是一个感恩的行为。我们所做的，所献在主的面前，都是为感恩而做，感谢而做的。无论做什么，让我们都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做。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所行的都是为荣耀上帝而做的。最后，这是一个传教士这个人威尔弗列德格伦菲尔，这个人他说，真正的快乐不是因为舒适、财富或别人的赏识，而是做了有意义的事情。玛利亚她做了一件事情，这是有意义的，她坐在耶稣的身上。犹大他做的事情也很有意义，只是他没有看重他所做的服事，他在这个当中赚取他自己的利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东西要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金钱或时间也应该是这样。你有没有把最好的你的时间、金钱、你的所有的才能、才干奉献在主的身上？玛利亚选择把最好的放在耶稣的身上，犹大把最好的放在自己的身上。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态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应该要怎么样浪费在好的或是美的事上。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去做判断，放在耶稣身上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浪费的，做在耶稣身上的，即使是一件小事，都是极大的事情，因为是跟上帝有关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玛利亚的献上，当她在众人当中，她所做的服事跟侍奉，也许不是讨人喜欢的，但是她仍然愿意将这个最美好的献在主的面前，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忠心的摆上自己。主，你也交托我们一些的事物，交托我们一些的事工，让我们去做，让我们去参与，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尽忠摆上我们自己，把最好的献在主的面前。让我们即使是做小事情，也知道与主有关都是大事。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牧师的分享，也让我们能够清楚了解什么是美好的侍奉啊。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啊，背诵2遍。约翰福音12章8节，我们一起来。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约翰福音12章8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约翰福音12章8节。圣餐礼，让我们一起来打开新灵粮诗选300首，我们来唱第1段。主神的为我生，主宝血为我流，你为爱主自己，为我舍离，主亲手我的命，主亲生命真美。我是何者明媚，与主合一。我们把时间交给蔡牧师。弟兄姐妹，我们要来领受4月份的圣餐礼。卫理公会每个月的第1周都是圣餐礼拜，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每一次来领圣餐的时候，重新对自己有新的反省，重新反省自己，我所做的是不是连结在主的身上，还是我哪些事情做，哪些事情不做，是因为别人的眼光，是别人怎么看我。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在每个月的第1周有这样的一个反省的时刻。牧师也要跟大家来认错跟认罪，就是有时候我们站在台上的这个人，我们嘴巴很会讲，但是事实上我们所做的跟所行的不太一样。我们有很多时候传道人，我们很会说我们要照顾穷人，但是我们对于真正有需要的人，我们没有认真的去看待。有时候我们看待比较奉献多一点的人，或是好像给予多一点的人，好像我们去比较让很多弟兄姐妹认为说牧师比较疼爱那些服侍多一点或是给的多一点的人。牧师要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来说，真的是希望求上帝怜悯。有时候我们所做的不见得是很完美或很完全的，我们有时候也会贪爱一些世上的位置，特别在总会的一些事工上面，有时候
我们也很希望自己可以到某一个位置上。如果没有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也常常会自己自责，或者是觉得好像自己没用了。我们有很多的牧师喜欢待在大堂会里面，因为在大堂会里面人多钱多，可是遇到要去小堂会的时候，遇到要去布道所的时候，常常却说我受不了了，我没有办法，我恐怕要忧郁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也原谅牧师们所做的，因为我们也是人，我们有时候也会不小心就落入那个试探的里面。刚刚提到了威尔史密斯在他要拿影帝的时候，确实做了一件不恰当的事情，那是在一个最高的位置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自己在那个位置上面，也许我们也常常没有注意到，我们也是受魔鬼试探最大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是使用权力去压迫别人，或者是去按照自己的意思，不是按照正确的方式去做。都求上帝怜悯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弟兄姐妹，请原谅牧师们的不完全。我们历届荣光堂有14位牧者，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全人，包括到我是第14任，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全的。也请弟兄姐妹原谅跟赦免饶恕牧者们的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也许我们有一些伤害，我们不小心说的话或做的事情在弟兄姐妹的身上，请弟兄姐妹原谅跟饶恕你的牧师。牧师常常会为别人解罪、认罪、祷告，但是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为牧师祷告，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哪个位置上，我们也会忘记。我们也常常会为自己寻求一些好处。求主怜悯，让我们透过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成为仆人的服事，不是只有在明显的地方，即使是在人家看不到的时候，也要忠心的摆上。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使女。不管人家有没有看见，不管别人对我们的评语如何，我们知道坐在主的身上，坐在耶稣的身上，就是美好的浪费。美好的事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东西，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最好的事情、最好的东西，应该要浪费在主耶稣的身上。愿上帝帮助我们。等一下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请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然后不管你是从哪个宗派、哪个教会、哪个地方来，我们都欢迎跟邀请你来领受这个圣餐。那在基督里，我们只有一个教会，我们没有浸信会，没有长老会，没有信义会，没有卫理公会，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属上帝的教会。所以如果你已经受洗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等一下都可以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领受上帝的恩典。那么就请我们预备心，要来领受圣餐。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起来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请听解罪文。
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感谢我主上主是应当的。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因此，我们和天使并天使长及天上的会众一同称颂、尊奉主荣耀的圣名，常赞美主说：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让我们来读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预备来领受饼跟杯，请服侍的同工到台前来。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就请从你的位置上站立起来，我们就预备要来领受圣餐。那我们也请弟兄姐妹放心我们会做最好的防护，会请我们的年轻人在你们手上会先喷上酒精，喷好之后，我们的同工会把饼跟杯发到你的身上，然后你就拿着饼跟杯，然后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来领受。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就让我们能够来领受这个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拿到了，就请坐下来。如果你已经拿到，就请坐下来，好让我们的同工可以继续发给还没有拿到的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
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拿到饼跟杯啊，所以如果你已经预备好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重新省察了自己，我们都可以来领受这个饼杯。我们重新在主的里面要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拿到了，就请你坐下来。如果你已经拿到，就请你坐下来。如果你已经拿到饼杯，就请坐下来，好让我们的同工可以继续的把饼杯传递到其他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也等候其他的弟兄姐妹，让每一个人都有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享用。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如果你还没有办法来领受饼杯的，就请你把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在心灵里面也领受这个饼杯，领受主基督的恩典。虽然我们不能实际上的领，但是我们就透过心里面的领来领受主基督的饼杯。弟兄姐妹，如果你预备好了，我们就一起来享用这个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与宝血，让我们一起来享用。要记得口罩要拿下来哈，要不然塞不进去了。用完我们一样把口罩戴上哈。如果你旁边有年长者、老人家没有办法打开的话，请帮忙他一下。希望我们下面几个月我们还是可以领圣餐，因为疫情也即将好像要往上涨了，希望我们还是可以安全的来领受这个圣餐。好，我们一起来念奉献求恩文，一起念，请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今天圣餐礼到这边。让我们翻开新灵量四选300首，我们来唱第2段。我与主同定死，不再受罪辖制，相随我那一世，却想祝福。我与主同定，胜过黑暗权势，我主耶稣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奉献祷告，也请视线的同工到台前来。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丰富，让我们一无所缺。主，但愿我们真的是愿意奉献我们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你。主啊，也求你祝福我们所献上的，使用在圣工上。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向主献成歌》。我们先来介绍几位新朋友林思贵弟兄，欢迎你，林思贵，欢迎，请坐。杨兆华，这里，在上面，好，欢迎，请坐。蔡永泰，欢迎。然后是依慧依慧小姐依慧姐妹，欢迎。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可以常常来参与。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唱第二遍的时候，让我们大家同手问安。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
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请坐。接下来我们简单的报告一下教会的事工，还有肢体的消息啊。今天是大斋期的第5个主日啊，我们欢迎实体还有线上的聚会新朋友啊，也愿上帝赐福给你们。然后我们现在的疫情啊，因为更加的严重哈，所以说我们要请会众依循教会的防疫规定，还有政府的规定。然后今天聚会完了之后，在6楼12点30分有召开小组长会议，2点的话召开4月份的执事会，那请小组长、执事还有相关的同工准时参加。4月4号到4月5号是清明的连假，就神祝福弟兄姐妹的出入平安。那在连假的期间，办公室是休假的哈，所以如果是有紧急联络的事情，请打牧师的手机或者是溜 Line。那3月2号到4月14号，那是教会的传统的大斋节期。那我们希望是大家能够，同时也关心社会的弱势，对他们有关怀还有奉献。那教会将要在4月17号，就是复活节的主日，有安排受洗还有转入的礼拜。那也邀请愿意加入的或转入本会的弟兄姐妹，要向牧师来报名。那主日后呢，在6楼会有课程了那就是请这些新加入的们可以参加这个课程。教会安排就是在4月14号的那个周4的祷告会会暂停一次，于4月15号就是周5，基督受难日的祷告会合并举行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是在下个星期4月14号跟4月15号原先的祷告会会并在4月15号的受难祷告会，也请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这个受难日的祷告会。等一下主日之后，崇拜之后呢，有成人主日学。欢迎弟兄姐妹能够都可以选其中的一个课程来参与。那另外肢体的消息也请大家继续的为我们的肢体来代祷。那接下来其他的部分就请弟兄姐妹自行参与。牧师。弟兄姐妹，牧师这边有一个事情报告因为我们有一位老人家在上一周过世，那感谢主他是高寿，但是呢，出现一个蛮麻烦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以前的教会，他因为没有汇集的资料，所以后来他的儿子是在我们这边聚会的，然后因为他没有这个老妈妈没有汇集资料，所以后来他们就转请教会这边来协助帮忙。那教会这边我们接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上帝接手他的老使女可以回家。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事情，就是有很多弟兄姐妹恐怕自己还没有就是一个正式的会友的那个叫做资料，或是建立这样的一个资料库那后来我们有给他一个会友证书，就是证明他是我们荣光堂的会友，那让他可以来做安葬的这个后面的事情来使用。那其实这个会友证书，或许我们不觉得它很重要，但是事实上它也是一个证明，表示这是我们教会的会友才拥有这样的一张的会友证书，还有这样的一个汇集的资料。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
就是填写过，或者是你的会友证如果遗失的话，那或者是你还没有转到我们当中来，希望可以转入教会的话，都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办公室来填写这些的资料。那当然不是只有像刚刚提到的丧礼的部分，我们还有一位弟兄，他的女儿要结婚的时候，他去借另外一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也是问他说，你有没有会友证，或是你的哪一个教会的证明你是基督徒，然后他就拿卫理公会的会友证去跟这个信友堂来借场地来办结婚。那结果后来没有想到，他也忘了跟对方把这个会友证收回来，所以20年来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哈。所以后来我在桃园的时候，他就重新跟我申请了一份就是卫理公会的会友证书。当他拿到这个证书的时候，他心里很高兴，他说：“我终于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我是一个教会认可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是一个给大家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如果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还没有拿到我们卫理公会的会友证或者是你还没有填写这个会友资料的话，那请欢迎到我们的办公室找我们的淑清姐妹来填写，好让我们可以有预备好这些资料。那我们也可以都拿到这个会友证书的时候，可以证明说，我的受洗牧师是谁，几月几号受洗的，然后这个教会可以为我做这些的证明所以请弟兄姐妹来留心这些事情以上谢谢。好，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最好的事物留在你的身上，好让我们所做的，无论是大的服事、小的服事，都是做在主身上的服事。愿你给我们充足的智慧、能力、恩赐，好让我们所做的都为荣耀上帝而做。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订约。订约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代祷。有病痛的或者忧伤的弟兄姐妹也欢迎到台前，牧师为你代祷。